Hello，大家好。今集呢，我哋又嚟講翻關於娛樂嘅事，因為我本身都係做娛樂噶嘛，主要以前係做音樂啦，所以我之前就喺度講咗一集關於呢個中年好聲音嘅事。不過喺嗰集入邊呢，我就講錯嗰個第二名嘅嗰個參賽者嘅名，佢其實係叫張雨神，就唔係張興神嘅哦。對唔住啊，好多朋友就覺得點解會講錯個名啊？其實就個興個張興神同埋張雨神，因為個雨字同個興字，我睇到以為個興字。其實讀嘅時候都係覺得怪怪，乜叫張興神啊？後尾原來係張雨神，好聽好多呢個名。雨神，恭喜晒啊！咁今日呢，就講翻電影嘅嘢啦，因為畢竟自己都係拍電影出身，可以講正式拍電影出身啦。即係之前都係寫歌、做音樂、做唱片，都係好有幫人哋一齊去做嘅呢個感覺啊！即係永遠都自己唔會跳出個位去做嘅，反而做電影之後呢，就反而自己跳出個位嘅。哦，咁自細呢，就好中意電視入邊啲事情噶啦。哦，只要係關乎到娛樂嘅事情，自己都好中意噶。尤其是喺新加坡嘅細嘅時候，翻嚟馬來西亞嘅時候呢，其實嗰段時期就不停嘅，已經係好似一道光咁樣打入嚟，令我自己講一定要去做同娛樂有關嘅事，尤其是係電影嘅事嗬。So 我冇放棄過呢個夢想啊！喺我細嘅時候，10歲嗰年翻到嚟馬來西亞讀書嘅時候咧，冇心讀書嘅，成日就係要寫劇本。喺先生教緊課嘅時候就寫劇本。我可以講嗰時候我喺馬來西亞我唔知聽緊嘅朋友係咪喺香港係點面，即係嗰時候。香港啲電影啊，好蓬勃啊嘛！80年代最蓬勃嘅時候就係80年代啲港產片，而我哋嗰時候喺馬來西亞就受到香港嘅港產片嘅影響啦。哇！由嗰時候由一心11、12歲開始踏入呢種好多幻想力嘅呢個青少年嘅階段呢，就好想進入呢個所謂嘅演藝圈啊，其實好中意，好想演戲嘅。我覺得我自己嘅呢個最大嘅理想都係要喺鏡頭面前，都係好想去演戲嘅。就一路朝住呢個咁嘅方向啊。其實就到我中三之後，即係15、16歲之後呢，就第一個事情就走去新加坡。走去新加坡做咩呢？就去進入呢個電視台做幕後啊，做茄喱啡喺幕後，即係打雜又做過啦，茄喱啡又做過啦。我好清楚自己嘅道路係要做啲咩嘅。哦，今集呢個瞬間創造奇蹟呢，其實我要講嘅係我覺得我嘅人生係我自己控制嘅，我自己去操控嘅過程中，當然我媽係都開始有反對嘅。哇！你做咩走去做呢啲咁嘅演藝啊咩唔聽使嘅嘢，而且係好少噶嘛。邊個父母唔希望自己嘅仔女做翻個正行啊？譬如話好好地打份工啊，做車房啊，哪怕你做大炒煮食，都係叫做一個正行啊嘛。即係個個都需要。你做演戲做發明星夢，其實唔係發明星夢啊，係真係內心入邊有好多嘅呢個關於創作啊。即係我覺得我喺上幾期有睇過一啲報道呢，話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呢係分幾種人嘅，有其中一類嘅人呢係精於娛樂嘅嘢嘅，好奇怪嘅。好似你個地球就係不停要去創作啊、音樂啊、創意啊。我係屬於嗰種人嚟嘅，我好快寫好多歌詞，好快寫好多劇本嘅人嚟嘅。讀緊書嘅時候我就發揮到淋漓盡致，可以講我啲啲即係你坐住個位下低，我哋有嗰個
個台入邊有個暗格，嗰入邊寫晒嗰啲稿呢，全部都係啲電影啊劇本啊，睇到咩戲呢，就寫翻咩戲嘅劇本出嚟。咁啲同學呢，都覺得我係黐線嘅嗰時候。咁直到我真係到15、16歲之後呢，我去到新加坡之後呢，我翻去，即係我本來喺新加坡住嘅，長大到10歲跟我媽翻嚟馬來西亞，就喺馬來西亞呢度過咗我童年啦，11歲到15、16歲嗰段期間，過後我就翻去新加坡，即係馬來西亞最近新加坡嗰個地方係叫新山嘅嗰個地方，就投靠我爸。咁嗰個時期呢，我就當然就好爭取想馬上去進入呢個圈，因為細嘅時候太過呢個所謂嘅電影啊，抑或係娛樂嘅事情咧，太過影響得我太深啊！嗰時候就覺得我一定係一個娛樂嘅人嚟嘅，無論歌手又好演員有乜都好，就冇諗過自己要做導演嘅哦。但係嗰個時候就好奇怪啦。嗱，去到新加坡之後呢，我就做幕後啦，電視台。我最記得第一日去入到電視台，知道一個細佬哥由佢10歲開始就一路不停想去做呢個行業，想到發瘋發癲咁滯，喺書館成日寫劇本，日日諗住點樣做戲，點樣好似啲睇到嘅劇集帶啊嘛，睇劇集帶 TVB 啊、無線啊啲電影劇集帶，你睇到嘅係呢啲咁嘅嘢，咁你有咩辦法可以接觸呢樣嘢？就不停問自己，一個細路仔15歲去到新山嘅時候就二話不說，就唔知點樣又唔打唔撞咁樣，好似俾我三姑媽其中一個姑媽呢，就介紹咗去入電視台。去做茄喱啡，哇！你好中意做戲，咁你我介紹你入茄喱啡做茄喱啡啦。咁就係嗰段時期呢，就入咗去做電視台嘅茄喱啡喺新加坡。嗰時1989年啊，我最記得。人生中入咗電視台，睇到人喺嗰度拍戲嘅嗰一幕呢，哇！我成個人嘅心好似開咗個竅，哇！覺得原來演係咁好玩嘅事喎。演係咁爽嘅時候，原來積埋咁耐嘅呢種心情呢，原來今日終於俾我睇到啦，終於可以踏入呢一行啦。嗰時候就好興奮嗰啲心情，我就咁樣呢，就不停嘅喺嗰條路嗰度就行咗落去噶啦。嗰時候我係真係人哋100分付出做個茄喱啡，我係200分付出去做個茄喱啡噶，因為點解呢？嗰時我住喺新山，你知唔知新山呢？其實就係喺馬來西亞最邊界南邊嘅，即係靠近新加坡嗰條橋就到新加坡。你知唔知要喺新山去新加坡去電視台做茄喱啡，每一日我係要嘥2粒半鐘嘅時間喺新山我爸住嘅地方搭巴士車，因為後生啊嘛，搭巴士車到關口，要過關口，又不停又再轉車，又再轉車，至去到電視台。你知唔知電視台 on call time 有時7點半，可能7點半你6點半到6點9你就已經要到電視台噶啦。你諗下6點9要到電視台，我要幾多點至喺新山出發呢？4點啊！我3點半就起身噶啦，凌晨3點半到，咁起身為咗要去新加坡做茄喱啡，比任何人付出更，即係做茄喱啡都咁付出咁大，就係為咗演戲，為咗我達成自己嘅夢想。其實嗰段時期呢，俾我學識咗好多嘢，亦都經歷咗好挑戰自己人生嘅事情，因為都遇到好多波折嘅。咁今集就係分享到呢度，關於我嗰個時候好唔中意做茄喱啡嗰啲心情。下一集呢，我會分享更加，令到自己經歷過之後，眼淚都會喺心入邊流嘅一啲事情。就係嗰個時間啊，就係1990年
嗰啲時間。咁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。瞬間創造奇蹟，都希望大家嘅生命入邊呢，瞬間創造奇蹟。